間屋係你嘅，屋入邊嘅 CCTV 又係你嘅。但喺英國，你睇 CCTV 記錄，竟然每次要俾200英鎊。發生咗咩？曾經有位香港業主，佢喺英國嘅鄰居俾人爆格就報咗警。警察話要呢位香港業主間屋當日朝早9點到1點嘅 CCTV record。於是者客戶就揾翻裝 CCTV 嘅承包商拎影片，對方就開價200英鎊加 VAT。業主就心諗冇計啦，都係要硬食。contractor 要派人嚟 on site，搞下啲科技嘢都要俾錢噶啦。好啦，諗住交完片就冇事，點知警察隔日翻嚟又問呢位業主拎下晝2點到5點嘅 CCTV 片。哇，大佬唔通又要俾200磅咯？事實上呢個單位嘅 CCTV 係直接 build in 喺大廈入邊，系統屬於業主，影片亦都屬於業主。正常做法係業主只需要登入系統，插一隻 USB 就可以簡單單拎翻屬於自己單位嘅片段，根本唔需要上門服務，更加唔存在次收費。好多身在海外嘅業主未必熟悉物業管理嘅所有細節，大部分情況下冇人會主動同你講可以簡單處理點樣慳錢。加上英國主流嘅 agent 都係被動型，一旦遇上蠱惑承包商，經常會被當一條新鮮生猛嘅水魚，收費就變成理所當然。唔知你哋又有冇喺英國使冤枉錢俾人 overcharge 嘅故事？如果你亦都有類似嘅倫敦物業管理嘅煩惱，不妨揾我哋傾傾。